今天一点都不冷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吗？因为穿了这个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的最低温度竟然是6度。昨晚睡觉的时候就发现真的超级冷，所以就把暖气打开了。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穿上了这一套保暖打底，真的有了它，非常的暖和，而且刚好应验了我的3明治穿衣法则，就里面搭一件贴身的保暖，中间层是一件厚一点的毛衣。我今天穿了一个高领毛衣，然后再搭一件羽绒服外套就够了。我觉得这个3明治穿衣法则，它的重点在于你的保暖，它贴不贴身。如果是不贴身的保暖的话，还是一样会灌到我们的皮肤上。而且像我平时不爱穿秋裤，今天也老老实实穿上了。它这个打底裤穿着一点都不难受，因为它跟我们的肌肤非常的贴合，然后束在袜子里面也完全不会跑位。穿着它跟没穿秋裤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像这么薄薄的一套，刚好在广东就是非常够用的，而且穿上也是完全不臃肿。